係啦，咁啊又係我 Eric 啦，咁啊因為嚟緊就好快就下年2026年啦，咁啊好多人都會講係呢個赤馬紅羊年啦，準備嚟緊呢2年，咁啊都會話可能會有好多即係過去有好多大事件發生咁樣，咁嚟緊我會多啲去咁樣做，咁啊大家唔好介意，可能我自己拍得唔係咁好，即係可能因為我好少自拍嘅，咁啊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咁啊。如果大家有啲咩建議啊，咁其實可以即係話俾我知嘅咁樣。咁啊係啦，嚟緊咧就會講翻多啲一啲下年流年嘅現象啦。咁因為我以Reels 做主導啦，咁係會分開好多唔同嘅 chapter 去講啦，跟住之後牽涉嘅內容都可能會幾多，咁亦都會順便可能會講翻多啲關於可能係教學啊，或者係大家對一啲所講嘅學習玄學嘅疑難啊，或者係成日都可能進退兩難啊，或者係成日都斷事唔準啊諸如此類嘅嘢，咁我都會慢慢逐啲分享。咁希望大家俾啲耐性啦，OK，咁嚟緊我會拍多啲咁樣嘅 Reels 去同大家分享一啲我自己嘅個人嘅睇法嘅事蹟啦，OK，咁唔準唔緊要嘅，OK，如果唔準，但係我都希望大家可以講翻俾我知，咁希望大家中意，OK。